咱三甲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你创造宇宙万物，你嘛接纳阮诚侪你的儿女，阮感谢你。今仔日对今仔日的圣经的教师，甲遥理问答的教师，求你帮助阮入伫真理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来拍开今仔日的周报，伫第3页，海德堡遥理问答第9主日。性别甲伊的儿女问答第2栏，这个问题安尼讲：当你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，你相信的是啥物呢？回答讲：我相信我的主耶稣基督，永恒的爸，对无的中间来创造天甲地，甲以及其中的一切。伊个用永远的计划甲供应来托住，佮来管理天甲地。伊嘛因为伊的囝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做咱的上帝甲爸上帝。我无犹豫相信，伊的确会供应我身体甲灵魂一切的所需要。而且伫这个流目屎的死荫的山谷。无论伊互我啥物种的不幸，拢会变成做对我有利益的，因为伊是全能的上帝，所以伊会安尼做。而且，既然是一位信实的天父，所以伊嘛愿意安尼行。咱伫第8主日。咱来学习，咱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圣父上帝创造宇宙万物，圣子上帝救赎伊的百姓，圣神上帝帮助咱成圣。咱今日伫这个第主日、第9主日甲第10主日，咱咧进一步来探讨，到底圣父创造咱是啥物意思？咱其实是咧读迄个圣经的第1节，讲我信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。这个拄啊，迄个应答内底第2栏非常的强调，上帝是全能的创造主。啊，到底上帝是创造啥物？伊讲上帝创造天甲地，这是圣经创世纪第1章甲第2章，出埃及记20章11节。啊，上帝是怎样创造的？上帝是对无的中间来创造。啊，上帝即马搁咧做啥呢？上帝依然来托住，并且掌管一切，掌管一切。好来，咱今仔来看吼，这个圣经的教师，甲咱台湾民间宗教的神话完全无共。咱知影，这个民间宗教讲迄个天地是安怎来？是一个叫做女娲补天，对不对？天是用补的，所以你看台湾人哦，若身体若歹哦，就去食补；啊，道德若歹哦，就造桥补路；啊，若册读了歹咧，就去补习，对不对？啊，若考试考了歹，就补考，对不对？啊，道德歹，袂悔改认罪，啊，袂安尼煞颠倒去修桥补路，拢用补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若衫裤破的就补，对不对？啊，就用补的。啊，这个圣经教的是上帝是创造的，甲这个补的这个神学观拢无共。上帝创造人，创造天甲地是神创造。啊，伫耶稣基督咧，搁来上帝创造天甲地甲人，但是耶稣基督咧，互咱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啊，毋是用补的，毋是用补救的。啊，圣神呢，互咱这个新创造的人一直日日换新，成做愈来愈像耶稣基督上帝原本创造咱人的形象。所以这创造观，咱含咱台湾的民间信仰拢无共。咱再来看来，啊，上帝怎样来做这个创造的工课呢？伊用伊永远的计划甲供应，这计划就是讲，上帝有定底的旨意，
上帝有定你个旨意，这意思什么意思咧？就是讲上帝是因为疼，较来创造人，因为伊是疼，所以伊来创造人，创造人啊，创造人伊袂说，伊袂讲，我创造了转我都无管伊，毋是，伊创造了时，伊搁继续来供应，继续来管理，继续来供应。那亲像啥？那像人生囝了后，绝对袂放囝担遐安尼尔，一定爱带伊饲大汉，搁带伊管教。啊，所以上帝伊创造宇宙万物，这是旧的创造。咱头前嘛有讲到，人因为犯罪有罪性，啊，搁爱罪一定爱得到审判，地教要安怎样咧？所以上帝搁照着伊的圣囝上帝耶稣基督来为咱世间人的罪来死，搁对死人中割活。所以咧，伊全照着耶稣基督来收咱做伊的儿女。较早拢讲做囝儿啦吼，但是即摆这女性的意识较开啊。上帝毋是干收做囝儿尔，伊查某伊嘛是收，所以上帝收咱做伊的儿女。所以儿女的时阵咧，伊搁来供应咱身体、咱的身躯甲咱灵魂所需要的一切。所以虽望咱有错误、有失失，但是上帝依然要成做咱的爸，上帝真正帮助咱。所以今这个遥理问答吼，咱的重点毋是要讲啥，毋是要讲上帝安怎创造，是要讲到上帝创造甲咱的关系，甲咱的关系。咱知影，咱全世界吼，每一个国家拢有一个父亲节，做老爸庆祝老爸的日子。啊，咱台湾是用8月初8嘛，吼，8月初8，啊，教会拢送啥？送芭乐。送芭乐，要是讲祝爸爸快乐吼，送芭乐。啊，这父亲节，请问咧，这个做父亲的人是怎样会做父亲？因为是伊有生囝才做父亲。啊，教会时吼，阮也对遐个妈妈吼，啊无红婿，迄个叫做母带父职的，爱加倍拢要送2粒，表示讲伊做老母已经足辛苦的，佮做老爸哦，这注重这。做老爸较是无容易，但是咱今仔要注意的是，要讲天顶的爸甲伊的作为，伊做啥？所以咱毋是要用真抽象、用理论的来讲到天父上帝，咱要用真具体的方式来论到咱的爸上帝。所以今仔日咱来看，到底有3个关系。第一项，上帝为着伊家己的缘故来创造咱。上帝为着伊家己的缘故来创造咱，圣爸上帝，伊本来就是爸，因为伊是耶稣基督的上帝，所以伊伫永远到永远，这个关系拢是永远的关系，所以伊是耶稣基督的爸上帝，所以伫时间早比一切关系搁较早，伫重要性、优先性。比一切关系佫较重要，所以上帝毋是照着创造咱，伊较真做爸，较真做圣爸，毋是，伊对永远，伊就是圣爸，伊是耶稣基督的圣爸，所以耶稣基督甲伊有真圆满、真美好的关系，即个爸囝的关系。所以你我其实较强调这点的，因为台湾人一般的对老爸的形象拢无通好，你有同意无？尤其台湾的新民，台湾的新民哦，介少爸啦，新民要咧称爸啦，拢称公啦，因为台湾人含公甲孙仔哦，感情偌好呢，对毋对？这孙仔吼，迄搭阿公哦，挽手手，挽落时哦，因阿公讲，你有力的，水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做囝甲老爸挽手手，敢毋敢？你无伊无人哦，就贤瑞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台湾人咧拜的神明咧，拢是咩土地公啦，对不对？灶盆公啦、牛吊公啦、猪吊公啦，什么公啊？太阳公，拢公拢无了爸，啊那爸是客爸，对不对？客爸啊，所以台湾一定有一个发这 image 老爸的形象，因为老爸拢是啥？疼之亲，责之严啦。
老爸拢是严父啦，啊老母是祖庙啦，啊这严父甲祖庙咧，大家对老爸印象拢无通好。啊，但是伫犹太人，因对老爸印的形象是非常的好，因为因犹太人是认讲，阮做老爸人，阮的原型就是天父我的上帝。天父上帝伊是我的爸，所以我就要学习天父怎样来疼我，我就无条件疼我的细囝。天父上帝怎样来接纳我，来建立我，来帮助我，来扶持我，啊，我就学习这个天父。所以对安尼来，因的迄个爸的形象真好，啊，咱遮无共。所以讲着天父，咱就哇厉害啊！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呢，伊来到这世间的时阵，伊就将这个天父的关系哦，颠倒啥，咱恢复安怎讲呢？你看伊在对天父祈祷是遐尼亲切，和天父遐尼亲密。这个天父耶稣基督伫个主的祈祷文讲啥？迄个阮伫天的爸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原文是啥？意思是阮伫天的阿爸爸啦。唔是 Our Father in Heaven， 应该迄个爸唔是 Father， 是应该是 Daddy， 了解吼？咱像我囡仔足含老爸足亲近的，迄幼弟园甲红婴仔进前，我含老爸有够亲近的，拢哇爸爸爸爸阿爸阿爸阿爸，拢是阿爸爸迄个意思啦，是一个真亲密的关系，真亲密的关系。好，第二，咱再来了解，对某一个意义，上帝实在嘛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爸，因为爸意思就是起源。就是创造者，万物拢对伊来出来，对伊来出来，所以做创造天地的主，上帝创造一切，所以上帝就是爸。啊，所以咱袂使了解讲，哎呀，天父敢若关心咱尔，毋是，上帝是创造咱天地甲宇宙万物，所以咱基督徒应该着来听这个世间宇宙万物。甲这个环境，因为这是上帝创造的。圣爸要借着耶稣基督，要让这个世界全世界，搁再更新重建。所以咱袂使讲天父上帝，甲教会有关系尔，甲咱极其关系无。上帝是极其关心这个世界，所以华人的教会真一项真无可取。华人的教会拢用迄个。救赎的上帝，救赎无重创造的上帝，所以华人的教会拢逐日拢重传福音，重教会人数，无重讲人伫这个上帝创造的中间，要安怎做一个好的管家，要安怎互上帝创造这个世间，佮愈来愈水。所以呢，伫迄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新的信仰告白内底讲啥？讲上帝创造人有，互人有艺术、才能、甲政治的迄个，所以这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，毋是干那上帝，毋是干那创造咱人尔，嘛创造这个世界，咱互这个世界搁愈水愈好。真可惜吼，较这个保守的教会哦，拢读迄个约翰一书讲，毋通听这个世界，有听着无？唔通听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是啥？是倒伫咧恶者的下面。但是咱注意哦，迄个世界 cosmos 的希腊文，约翰福音3章16节讲，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生死为，对不对？啊，叫一切信的人无得灭亡，搁得到永活。但是迄个上帝疼世间人，这句的原文是 cosmos。是上帝疼世间，毋是干那疼人尔。啊，所以咱就因为咱创造的迄个，咱对这个天地，搁较有迄个尊敬。啊，但是咱尊敬天地，因为是上帝创造，但是咱无将天地当作是神。安尼来了解吼。啊，搁而且搁一个观念要来了解一下，因为欧洲是信耶稣基督，信基督教，啊，因是信上帝是创造主，所以因真意爱用艺术来表达对上帝的信仰。
所以因用上好的诗歌来敬拜上帝。哦，搁因用教堂上好的艺术建筑，用咧雕刻来讹了上帝。但是咧，可惜，因为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了后，咱拢无爱互有这上顶的物件，真可惜。搁一项吼，咱要注意者哦，伫即个全世界，若是无信耶稣的所在，拢极其因为人会当变做神。圣经讲，真神造人，假神是人造，人生真神，假神生人。咱到这个全世界，在亚洲的文化，拢爱注重政治者大神格化，大神格化，拢咧做神运动。若是这个信耶稣的人讲，上帝创造天甲地甲人，所以每一个人拢是受造者，伊无资格人做神，拢无资格人做神明，咱拢袂该大神格化。所以即几日中山大学有一个教授写讲啥？讲迄个菲律宾的马可斯贪污败坏，结果伊的负人人甲伊的查囝甲伊后生，个选举个有够逐年拢有足人拥护的，因拢无认为伊有啥物罪，拢拥护伊来神格化，这是真可惜。好，咱安尼来了解讲上帝创造这个观念了后，咱第二项来讲到上帝创造甲咱的关系，毋是甲咱尔，是甲万物甲这全世界。咱第二项要讲就是讲，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来领我、带我、引带我，倒于伊的面前，成做伊的儿女。大家安尼讲咧，来，伫旧约内底讲到圣经讲到啥？讲上帝伊创造宇宙万物无毋对，但是以色列人因要怎样体会？讲上帝是听我，上帝的拯救。因是对出埃及的经验，以色列人因本来伫迄个埃及遐吼做奴才，迄个埃及人欺负，因无性命权，性命随时无去，因嘛无尊严，无名，迄种编号，敢若头先做工课尔。因伫遐非常无尊严做奴才，但是上帝照着伊的心意，伊的大权能，照着伊的罗卜摩西，请注意，摩西是上帝的罗卜。毋是民族英雄，以色列无咧管迄个民族英雄，因讲真正拯救是对耶和华上帝来，摩西只不过是上帝的罗卜，但拯救出来了的时阵，你感觉发生啥？发生一个人，这个人不知道出来的时阵，称呼做以色列 Israel 上帝的百姓，转互伊有律法。互伊律法的意思讲，恁这个人伫以色列已经做奴才久啊。恁变做奴才啊，成！恁要变做是上帝的子民，恁要对上帝负责任。恁毋通搁再为着惊吓，为着逼迫，较要来正做一个好的人。恁是上帝的儿女，恁有上帝的律法。恁伫埃及迄种杀，恁这个受害者毋通搁再杀人。所以10条戒第6戒讲不可杀人。恁伫这个埃及迄种欺负，查囝互咱随便去。恁即马出来做上帝儿女，恁毋通滥散，婚姻恁得守贞洁。恁较早互骗、互欺负，但恁出来你袂使搁讲白贼。所以10条戒就是上帝的子民得到自由甲尊严的身份的证明，了解吼？即马耶稣基督咧，伊为着咱世界人的罪来死，伊救咱毋是出埃及，伊毋是为了埃及，是救咱出离迄罪的奴役。咱较早是，以色列人是受到埃及人做埃及的互因做奴役，互因欺负，互因拍。咱呢，咱是伫罪的中间做罪的奴才。耶稣救咱，所以耶稣救咱的时阵，咱变做成做伊的儿女。所以毋是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儿女，这只不过是上帝的创造啥呢？但是咱要真正做上帝儿女，就是安尼。虽然都有读个圣经讲啥，既然相信伊名的人，相信耶稣基督的名的人，就是接纳耶稣基督的人。耶稣就受顺官兵做上帝儿女，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接待耶稣基督？
咱知影你用你的耳啊来接纳我所讲的声音，吼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要送你礼物，你用手来接纳我要送你的礼物。啊，我若送你一个饮料，啊，你是用喙接纳我互你的饮料来啉落，对不对？啊，若接纳耶稣基督咧，接纳耶稣基督是讲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受我油的人，就是先知、祭司、君王。所以你若是接受耶稣做你的先知，做你的老师，你照以耶稣的真理去行的人，你就是基督徒，就是小基督。啊，你接受耶稣，伊伫十字架顶为你来罪来死，死伫十字架，佮对死人中国活，接受伊的救赎，接受耶稣做你的祭司，做救赎，安尼就是你就是上帝儿女。啊，你若接受耶稣，伊对死人中国活，伊上天。打坐伫全能爸上帝，伊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你接受耶稣做你的主，啊，你就是上帝的儿女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爱搁再来了解，我毋是干那信这个创造宇宙万物，我要搁再和上帝结一个真亲密的关系。天父上帝伫基督的内面来领我来归向伊，因为伊是全能的爸，毋是我家己去找伊。所有的宗教，拢总是人在找上帝、找神明。但是基督的信仰是上帝照着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来找咱。所以咱拄仔所读经在讲啥？讲耶稣基督充满着恩典甲真理，咱对伊来得到恩典，搁来恩典接续恩典，恩典满满。所以，爸上帝伊带咱来归向伊，这个话听起来真简单，其实后壁所负的代价真大。当咱天父上帝、三位一体上帝要创造天地万物的时阵，上帝讲：我要照我的形象来做人，要做人，要照我的样式来创造人。但是耶稣基督来想象啦，耶稣基督讲：爸上帝啊，你敢通安尼做？你若安尼做的时阵，人有照咱的形象，咱是主，所以人就有主体性。咱天父上帝，咱是自由的上帝，所以人嘛有自由意志。啊，人若有自由意志，人会犯罪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安尼？人所以台湾人讲，你会生你惊心，袂生你惊心，是不是安尼？你囡仔你有当生，有当教，但是伊心都和你无共。无共心咧，我是安怎个出这个囝咧？哎呦，歹得个出好笋，好得出牛卵，对不对？我这个爸母拢遮好啦，生这个囡仔，就好得出牛卵，牛卵听有无？牛卵就是咧好得得无足悬诶，啊，牛卵就是安尼，迄得啊发袂开，按咕咕咧，按压咧，安尼，啊个卵，牛卵的意思哦，好歹得出好笋，好得出牛卵，好啊，这无当啥惊心。天父上帝伫这创造宇宙万物的是讲啥？我相信上帝就爸上帝就看圣经，耶稣就讲，随伊知影，伊是知影讲，我愿意来到这个世间，为这个世间人的罪来死，来救赎因，这就是照着这个代价啦。所以我咧讲的这个话吼，毋是我家己编的，是为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到11节。上帝伫创造世界、创造天地世界的进程，伊伫耶稣基督内面就定这旨意，要互咱照着耶稣基督来得到上帝儿女的身份甲尊严。所以咱知影，天父上帝因带咱，互咱来归向伊家己，听起来真简单，事实真无容易。这是一个真极大的工程。这工程就是上帝的囝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，伊为了人类付出上极大的代价，伊所留的宝血，互咱来归向伊。所以第二部分，第三部分，上帝嘛保守咱，甲伊三角做伙徛起。譬如讲全能的爸啊，我未信耶稣的是讲。我就大家信耶稣讲，你讲上帝是全能的，啊，请问伊会晓做一个石头，伊家己扶袂起，刹袂行袂？我就问这啦，
遐基督徒讲，会啊，上帝会啊，但是上帝杀袂起，佫扶袂开，安尼上帝毋是全能的。讲上帝袂嘛毋是全能的。你捌听过这种讲法无？这是无聊的。这咱知影迄个 logic 内底有个 P and 非 P， 一个论题，佫个非论题。上帝若是全能的，伊减会当，这个问题已经矛盾啦，对不对？咱像讲你，请问你会当画一个四角的圆袂？若圆的就无四角啊，四角较圆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这问题本身就矛盾。其实上帝全能，毋是咧讲伊会做这袂做这，毋是。上帝全能的意思是讲，伊会保守咱、保护咱、眷顾咱、疼惜咱，直到咱人生所拄着的万项米，上帝拢会当豆豆仔来，互伊变做为着咱利益啦。这是罗马人书第8章28节讲。上帝为着伊家己的缘故来创造咱，佫照着耶稣基督，互咱来归向伊，才煞咧。上帝佫继续保守咱甲伊三合伫咧，所以咱相信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咱无一项代志会当互咱甲上帝的疼来隔离。上帝永远疼咱，上帝永远疼咱。咱想看迄个放荡囝的故事，咱拢知影嘛，对不对？迄个放荡囝，伊自从因老爸还未死之前，就要求因老爸，财产分互我。这无可能，犹太人无迄落代志，无了财产的事啊，咧分财产的，咧财产拢是所有财产拢是交互大囝，大囝较照伊的意思来互细囝。意思这个妖怪囝就是讲老爸啊，我毋望你甲伊死啦，就差老爸死分互伊啊。老爸则疼伊，好啊，互伊啊，互伊的时阵，伊伫外口拄着真艰难，伊要转来，伊咧拄着艰难的时，伊即时凊我讲哇，我伫遮做人的奴才，连猪仔咧食的饲料我都无通食。阮老爸遐哇，食到有剩有，食千斤拢有剩，伊都要转去。你会记得袂？迄个故事来讲，伊要转去的是，伊感觉真惊吓。伊先画一个大事讲爸爸，我得罪天，我得罪上帝，我搁得罪你，我袂堪得做你的囝，我敢若会堪得做你的可乐，可乐听有吼？可乐临时工啦，我无资格做你的囝啦，我嘛无资格做你的长工啦。我拢啥物工拢不要做，我来做你的暂时临时工尔。你看吼，伊阵转因兜的时阵。过远离真远的时阵，请问的是啥人先看到这个小囝？是因老爸。是啥人先去找这个？是啥人先去拄着伊？是因老爸。因老爸看伊离真远的时阵，因老爸虽看到，我是毋知因老爸有啥个望远镜无？啥吊镜嘛？老二啊，你怎么转来？看到的时阵，因老爸虽冲伊，当因老爸冲伊的时阵，因这囝安怎？真安尼对不对？都皮变红，叫是因老爸要追落啊。结果因老爸是啥？来揽落对不对？揽落之后，因老爸喙脣过来时，要咬落啊！因老爸要咬落的时啊，结果因老爸是来จิ้啦。จิ้的时阵，讲啥？讲爸，我得罪天，得罪你，我无资格做你的囝，对不对？我要做你的可乐，我要做你的可乐，还未讲的时阵，因老爸讲来人啊！讲是啊。我即双剑拍入地落啊！结果来人啊，啥？摕啥？摕迄个水的衫互伊穿，摕手指来刮落，厝内的羊甲牛已经饲好啊，饲好肥肥的，款好势啊，抬庆祝。这就是天父上帝的听，天父上帝听咱，所以伊毋但听咱，伊阁为咱备办一切。所以咱读的圣经个内底，启用的圣经讲，上帝既然无疼惜伊家己的囝，为咱正人来舍命，伊减袂自将万米，甲伊做伙白白收赐互咱的。上帝将最宝贵的礼物，伊的独生囝拢互咱啊！所以咱的一切需要，拢上帝拢为咱备办，甚至咱伫一世人会拄着真多的逆境。
所以咱即世人哦，会使讲是一个流目屎的死荫的山谷。咱所喜爱的人，有人有时阵会死失，所以咱无可能一世人拢总坐顺风船啊，无可能啊。咱会拄着真大艰难，但是拄着艰难，上帝依然疼惜咱，所以继续甲咱相合伫咧。伫咱伫即个慈爱的天父的眷顾的中间，所有的逆境对咱拢特别有意义，因为这防止咱有一个错误。真侪人拢认为吼，上帝一定是疼遐个坐顺风船的人。那拄着苦难，表示上帝要疼你。所以真侪教会拢真爱讲到这个成功的神学。自从这个讲坛变做心神的书法，拢激励人，讲你一定会赢，你一定会成功，你一定安怎，你一定好。啊，这就变做民间宗教啊！民间宗教较早咧拜拜是啥？哎哟，保庇我饲大猪，赚大钱，生后生中状元，对不对？啊，种花园，啊，带着某咧种花园，后果子，有安尼无？有啊，这个带一个好某得到车家财，啊，佮带个有这个某佮欠卡，佮熬理财，对不对？还要烦恼，佮还要拍算，啊，所以阮兜真送车，变做种花园。啊，头前我有够，迄食有春，佮有个人做花园，后壁佮有做果子，吼，对不对？吼，有花啊，佮有我欢喜甲，啊，拢总赢，是毋是？信仰说拢安尼，对不对？啊，若祈祷落去，吹所有红灯拢变青灯，哦，啊，一类到位，你都咪连战个连战啊！对不对？人大家拢使45分，连前12分就到伊啊！讲，伊做交通部长的时啊，讲啊无啊啦，哦规拢青灯，那是你的青灯咧。我使45分，无迄个代志啊，毋是讲信仰所对啊啦，迄落迄六合彩对拢对哦，对不对？啊，खे文啊第几批？哦，啊做六合彩哦，毋是安尼啦。伫危难的中间，咱相信上帝。伫这个艰难、伫这个困苦的中间，这个上帝是咱爸的上帝，伊在掌权，伊在立你，伊在疼痛，伊在爱护，所以拢会变做好事。犹个战乱、失业、破裂的关系，甲这个病痛，拢是损失。这个损失拢互咱来到上帝面头前，知影咱这个全能的爸的上帝，伊的确会疼咱，伊的确会疼咱到底。伊的确会互咱有一条活的路，搁一个高深可活的路，互咱会当伫个中间，甲上帝做伙行。所以，今仔日咱来这个时阵，咱来了解讲，哦，上帝伊是创造的上帝，伊嘛是拯救的上帝，伊嘛是教我三甲之地的上帝，伊就是眷顾的上帝。所以台湾有一个大学吼，叫做 Providence， 你捌听过无？就是上帝眷顾，这个学校啊，这个学校叫做正义啦，正义英语名叫做 Providence， 上帝立你还是上帝迄落。所以咱若承认上帝对咱这做伊儿女的人是完全的照顾，咱就无必要逐日在排重担，咱就用咱的重担来卸落伫听咱的主的面前啦。啊，咱若拄着真大艰难啦，咱变做啥？变做祝福，祝福。因为祝福这个话吼 ，bless 这个话吼，对上帝是啥 ？bless God， 或者啥？或者称颂阿拉上帝。啊，祝福对人咧，I bless you， 我为你祝福。所以我若发现我拄着我的囡仔真大艰难，我毋是咒惨，毋是伫遐吹白，毋是骂，毋是歹面手去批面，毋是。哦，为因来祝福，啊，拄着真大艰难，伫教会拄着真大艰难，为因来祝福，啊，佮为来称颂上帝，了后佮来答上帝问讲，我拄着遮大艰难，求你赏赐我智慧聪明，会当来解决问题。即使问题若无当解决的，求上帝你互我开一条活路，我佮会当来创造新局。基督徒为上帝遐得到恩典甲智慧。唔但给咱解决问题，给咱创造新局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基督徒变做伫这个世间，咱真正平安、平安、平安。啊，阮总有一个人哦，拢袂平安，你敢知谁拢系袂平安呢？阮小弟拢叫伊信啊，说因为伊咧袂平啦，啊，伊说安啦，
阮这人叫袂平安呐。吼，伊讲你莫叫我袂平安呐，叫起来我拢袂平安，阮厝拢袂平安。阮庄吼咧用称呼名，拢挂啥呢？挂迄个伊的职业啦，伊拢叫我牧师蛋的，叫我牧师蛋的。阮庄有咧盐猪的，搁咧盐猪海啊，盐猪海啊，即个袂平叫做袂平安啦。海讲较艰苦，啊，就叫阮小弟来改名。阮小弟讲你免改名啦，信耶稣就好啦，信耶稣有平安啦。信耶稣有平安，因为天父创造宇宙万物，掌管宇宙万物的爸上帝是咱的阿爸爸，伊疼咱，伊既然自从既然愿肯将伊的独生囝来为咱死啊，这物件，这地位一定会收束咱。所以咱基督徒变做真正有自信，真正有稳定。这自信不是咱自我信家己，是耶稣基督的爸，互咱有这种的信心，咱才到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今日感谢你，因为照着你的恩典，互阮来接受耶稣基督，做阮的主，做阮的救主，做阮的老师。你着收拾阮有权做上帝的儿女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阮得到伊的充满。咱拢总所受的，就是恩典接受恩典。求主你带领阮每一个人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